再来看台中市的公车业者四方公司哦，因为劳资纠纷有真侪届雄雄减班停驶哦，驾驶嘛对今仔开始罢工。公司是表示讲，因为的成本上过悬哦，因本地就拍算要来缩小规模。市政府是赶紧协调其他业者来斗相共走车，嘛强调讲会来处罚四方公司，嘛无排除甲路权收回来。几若十个四方公司的驾驶来到台中市府，准备要甲资方协商，因指控公司欠因薪水，所以要罢工，争取家己权益。10月5号有发了我们的基本底薪26400块，然后但是我们所有的奖金的部分，他就通通没有发，他都是用不完整，甚至于是往后递延的方式在发放。四方公司的公车拢挡伫停车场内底，无像普通时啊出车营运。台中市的公车业者四方公司因为欠驾驶薪水，雄雄减班或者是停驶已经有真侪届啊。17开始罢工，未少驾驶表示，公司甲逐个月薪水分做2届来分，不过即马敢若摕到基本薪水，另外一半的绩效变动奖金也未摕到，生活职称拢出现问题。那市府交通局是赶紧应变，请北京业者先来筛四方的路线。第一个就是路况嘛，然后过来就是站点，你站牌的位置一定要知道，不然就很容易过站不停。市府统计，四方公司经营13条路线，预定的车帮是476帮。今仔10月17号出车，就等于讲减少470个车帮。市府要照规定，甲罚235班，嘛会照公路法，搁甲罚9班。若准伫期限内底无改善，无排除会甲路权全部拢收倒转来。补助款也开始启动了分期的这个给付方式，让他们能够因应相关的短期的金流问题哦。这一块我们还是一样要求资方在收到政府的相关的补助款之后，必须第一时间务必先给付给驾驶薪资。不只是薪资而已，因为还有场站，还有一些租金啊，就不能没有办法完全投入在薪资方面。四方公司发表声明，讲公司未堪成本的压力，打算要缩小营运的规模，嘛希望市府会当做一届拨补助款。四方公司讲会赶紧甲绩效变动奖金分予驾驶，嘛会甲劳方启动协商。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。